这是大会员也能看的吗？哇，这位是宇宙级发型魔法师，百年龙宝首席剪刀手，脚趾不一定跑得快，但手指一定非常快的勇士山城小栗旬的理发日记。还有刚才那位被公主抱的是双语情歌王勇士永琪妈，还有勇士拉红桑。头发留了多久？弄头发，弄头发。走，我们先弄头发，好吧？我们是勇士发廊，我们是来巡检的啊，有没有想剪头发的？不占便宜是傻瓜。我剪头发。那个山城小栗旬他技术还是不错的。从过去到了现在，我们依旧为你发力，有什么年代也不是不能离开你。哎呀，糟了，有点忙不过来了呀。Hello， 我已经在这被关了100年了，我有没有一个优先理发的权利？有，我们这一组谁登上顶在那里都可以帮你做一个造型啊。那从前面几位选手看来，你有考虑过你们3个都冲不上来的情况吗？我觉得我们没问题的。严肃点，这里是龙宝集团，不是发廊，剪头发剪什么头发？我不允许，我没有头发，谁都别想剪头发。你没有头发，你闭嘴。在我的地盘上这么嚣张啊！我要诅咒你们如此侥幸，你们谁先来挑战？是我，是谁来？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